后来，这个全台湾各地有不少的参选人要去登记是来出奇招，像这个花莲武东一个候选人柯元成，伊是穿着脏水，正手提甘蔗，倒手提土豆，造型是真有创意。那已经选举选甲真出名的嘉义的台湾阿成，今仔日嘛是打扮做财神爷要来拼立委。另外，中华的国民党军是穿棒球衫，讲要来讲全垒打，希望4个综合当选。 向前的步伐。唱家己竞选歌曲，这个登记参选立委的查甫人，还有一个真响亮的名叫许愿神柯元成。透早就使家己做战车穿脏水，正手拿甘蔗，倒手提土豆，代表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。为花莲的产业尽一份努力。 你若看伊这个装扮，较早成功选到村里长，目前嘛是花莲市民代表的身份，所以讲对着头一摆选立委，伊嘛真有信心。是讲到变卦，这个大家应该无青分。以我财神总统，我一定会影响总统的大选。全名黄丰成，台湾阿成，世界伟人财神总统早起嘛穿财神爷的装扮完成登记。伊讲顶礼拜是领表了后，顶礼拜5就用物件来占位排队，果然会如愿抢到登记的头香。 穿棒球服装，中华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拢有专工打扮，希望讲四色拢会调。只能讲选举唔若拼人气，还佫有创意，才有法度引起更较侪选民的注意。